我叫 Alpha 啦，我係公司嘅創辦人。我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一有機會我都會捐窿捐罅，周圍去揾下啲鋪頭啊、老字號啊咁樣，所以真係中意食嘢咯。細個嘅時候咧就從事掃把行業嘅。直至到2018、2019年咧就創立咗呢間公司。2018年咧我就創立咗 Earn Creative。我想用一個更加有創意嘅形式去宣傳環保同埋健康飲食咯。疫情之後咧，我哋就創立咗兩個品牌。第一個品牌就係 Easy Ritual， 係賣家電嘅。另外有第二個品牌就係 Easy Food， 就係賣啲健康小食嘅。Easy Ritual 就係公司第一個品牌啦。我哋用60、70年代嘅復古風去做一個設計嘅元素，跟住咧就主打多功能啦、小型啦同埋襟用嘅小家電。Easy Food 係喺本地咧同埋世界各地搜羅好多無麩質啦、素食啦同埋生酮幾種飲食嘅食品，令到大家食得健康又唔會覺得有 guilty 嘅感覺咯。公司理念我哋放咗響公司嘅 slogan， 叫做 Eat with Care。Care 就係有愛惜嘅意思，就係想大家除咗要愛惜自己嘅健康之餘咧，有餘力嘅時候都要分享同埋同其他身邊嘅人講到呢個健康嘅理念。以前打工嘅時候，發現到慢慢香港同埋內地個社會變化得越嚟越快，啲人用嘢又用完又抌，令到成個環境越嚟越差，冇咗以前香港嗰種簡單嘅靚，就想自己出一分力，可以令到香港仲係大家咁中意咁靚，就諗到呢個生意。開咗公司之後，咁啱就疫情啦，跟住大家成日要韞喺屋企度煮嘢食，一係就嗌外賣，令到我之前好擔心個情況更加嚴重啦。跟住就諗起其實以前啲家電啊，或者係以前啲電器啦，都係襟用好多。而家啲人就會貪平買咗一嚿嘢，跟住幾年後就抌咗佢。所以萌生到我想做一啲家電係多功能、慳位得嚟，係襟用嘅。就符合到我覺得可以保護環境呢個理念咯。就係因為有家電之後，就萌生到啲嘢食咧。而家香港每5個人有1個人係糖尿，我每個5個人有1個人係有濕疹。其實點解就係我哋食啲嘢太多工業化。如果我哋大家花少少時間去認識唔同嘅食療，譬如話無麩質啊、全素啊，或者係生酮啊，其實每一個食療都會幫我哋個身體做個調整，令到自己更加健康。所以我哋一開始搜羅啲食品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外國做嘅，始終會覺得喺外國運過嚟啦，啲食品可能會冇咁新鮮啦，或者會加咗防腐劑啦，所以最尾都好努力喺本地揾到唔同嘅廚師去設計翻適合香港人嘅食品，一定要係全天然啦、冇添加啦，先至符合翻我哋本身公司嘅理念咯。我哋除咗自己好努力去搜羅啦，或者研究嗰啲食品之外咧，喺本地我哋會擺市集啦，出去認識多啲唔同嘅人啦，或者將我哋認識嘅食療介紹俾佢哋啦。另外都會同有啲唔同嘅媒體或者係 KOL 或者係朋友合作，佢哋係唔同嘅專業，希望喺佢哋嗰個領域度都宣揚到呢個健康飲食嘅理念咯。合作方面我哋試過同 Mr. Q Panda 啦，介紹過我哋啲健康薯片，亦都同馬仔合作過啦，介紹下我哋啲醬汁點樣用啦。呢個就係我哋自家品牌第一個黑朱古力嘅系列啦。第一個就係腰果朱古力啦，因為每日都要有一定嘅堅果油嘅攝取量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咖啡豆朱古力。點解我哋揀黑朱古力咧？第一，黑朱古力又冇咁甜啦，健康啲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可以同好多唔同嘅元素擺埋一齊，但係又會口感豐富得嚟咧，都係健康咯。所以我哋嚟緊咧都會研發陳皮啦同埋薑啦，睇下同黑朱古力點樣可以整到一個新產品俾大家。呢個係我哋第2個嘅自家系列。
咁香港人都有好多都係當泰國係第二個屋企啦。咁香港人中意食泰菜嗰個程度咧係多到咧可能個個禮拜都會食。咁但係其實我哋食嘅時候唔係好知道人哋係落啲咩醬落去噶嘛。咁我就揾咗泰國廚師，大家一齊傾，就攞咗最熱門嘅3隻醬，咁我哋就自己整咗個全素系列，有3隻醬啦，有羅望子嘅辣汁啦，平時我哋成日點海鮮嗰隻綠色醬啦，海鮮辣醬啦，同埋放咗指天椒嘅酸辣汁。呢個係我哋第3個嘅自家本土系列嚟嘅，我哋包羅咗香港人最中意嘅抹茶啦，近期最流行嘅開心果啦。咁跟住今年就研發咗糖水系列嘅，咁就有芝麻小丸子啦，同埋紅糖豆腐花。咁希望你哋試咗都會中意啊！呢個係我哋搜羅健康食品嘅時候咧，咁我首先就 target 咗澳洲先嘅，因為澳洲咧佢好似一個好獨特嘅market 咁樣嘅，佢唔係話好擔心要同好多嘅 competitor 去競爭啊，個銷量啊或者乜嘢，佢哋係偏向崇尚自然。咁我去到咧就 approach 咗呢間公司，咁佢就種晒我所有嘅 boxes 嘅。咁譬如話佢係全天然無添加啦，佢有做 keto 啦，有做 vegan 啦。咁我就喺佢一系列嘅產品裏面咧揀翻啱亞洲人煮食用嘅醬汁。咁例如係就算係唔係煮中餐，我哋煮日本嘢，或者係食煎炸嘢，中意搽蛋黃醬，咁佢有素食嘅蛋黃醬，冇蛋黃嘅蛋黃醬啦。咁跟住如果係 superfood， 啲人好中意好健康嘅，有薑黃啊，有牛油果油啊，佢又有呢個沙律醬可以搽。咁跟住譬如話香港人中意香口，中意食馬來西亞喇沙啊、沙爹啊，咁佢又有成 pack 已經有埋麵喺度嘅沙爹麵。其他就係我哋一直公司開咁耐就買咁耐嘅table sauce 啦。公司成立咗7年，今次藉住呢個機會，想喺度多謝支持我哋、幫助過我哋嘅每一個朋友。嚟緊我哋會將我哋嘅產品放喺更加多地方，希望俾大家認識到啦。咁亦都會同廚師同埋唔同嘅工廠去合作，研發更加多本土大家中意嘅味道嘅食品。咁希望大家記得要試下啦〜